買生果本來是件再普通不過嘅事，街市檔口、超市貨架顏色鮮豔，個頭飽滿，看着就叫人心情好。但你有冇試過買回家嘅草莓切開一限，裏面是空心的？或者呢個西瓜紅得不自然，甜得發膩，切完之後口裏有一種說不清楚嘅怪味。我自己就試過有一次在街市買了一袋提子，粒粒大皮薄，紫得發亮，賣相靚到不行。回家洗乾淨，一口咬下去，甜是甜，但有一種化學的澀味，喉嚨微微有點不舒服。當時以為是自己感覺問題，冇多想。後來跟嗰幾個老街坊傾偈，大家都有類似經歷，才開始認真留意這個問題。再查資料才知道，現在市面上很多生果根本不是靠陽光雨露自然長大嘅，而是靠各種植物激素、催熟劑、膨大劑催出嚟嘅。說得難聽一點，就是化學堆出嚟嘅。這件事不是危言聳聽，香港食物安全中心、內地農林農村部都曾多次發出相關提示。國際上亦有大量研究報告記錄過這類問題。激素催大嘅生果外表好睇，但營養密度低、殘留物超標嘅風險高，長期食用對肝臟、腎臟內分泌系統都可能造成潛移默化嘅損害，對中老年人來說尤其要注意。今日這部影片我就嚟講清楚。市面上最常見嘅5種高危生果以及5個實用嘅方法，教大家怎樣識別、怎樣避開，內容有根有據，全部講實用嘅。睇完記得分享俾身邊嘅老友記，這類資訊真係越多人知道越好。我們先嚟講這5種最常見被激素處理嘅生果，排列方式由第5位講到第1位。最後呢個相信不少人都中招過第5草莓。草莓是最多人忽略，但問題其實很嚴重嘅一種。自然生長嘅草莓，個頭細小，果形不規則，顏色是從果尖開始慢慢變紅，成熟過程需要時間。但現在你在超市或街市見到嘅草莓，很多都是又大又紅，賣相韻味，一顆顆大得像乒乓球。這背後很多是膨大劑和催熟劑嘅功勞。膨大劑嘅學名是氯貝硫，是一種植物生長調節劑，可以讓細胞急速分裂膨脹，令果實快速變大。用咗膨大劑嘅草莓切開之後，你會發現中間是空心嘅，或者有一條白色硬心，果肉鬆散，水分多但味道淡。更明顯嘅特徵是，這種草莓放不住，買回嚟2-3日就開始爛，因為它根本不是自然熟透嘅。除了膨大劑，草莓種植過程中係會用到以色列嚟催紅。以色列接觸空氣之後會釋放乙烯氣體，令果實表皮提前變色，看出嚟熟透，但實際上內部冇完全成熟，所以吃落口會覺得酸或者甜味不自然，甚至有一種類似藥水嘅味道。更值得注意嘅是，草莓表皮粗糙、凹凸不平，有很多細小孔隙，農藥和化學物質特別容易殘留，單靠清水沖洗根本不夠。第4，西瓜。西瓜是夏天消暑恩物，很多老友記都喜歡買一個大西瓜放冰箱切開慢慢食。但西瓜同樣是膨大劑重災區，用咗膨大劑嘅西瓜外形會特別大，有時候形狀會變得不圓，帶一點稜角或者局部凸起。切開之後，果肉顏色異常鮮紅，幾乎是熒光紅那種程度，而且瓜瓤會有明顯嘅裂紋結構，鬆散嚴重嘅甚至會自己裂開。正常西瓜嘅甜味是均勻分佈嘅，但激素西瓜吃落口往往只有表皮附近甜，越往中間越淡，味道單一。另外，正常西瓜嘅瓜子是飽滿嘅黑色，但激素催大嘅西瓜瓜子有時候會是白色或者不成熟嘅狀態，因為催得太急，連種子都冇時間發育完整。西瓜皮比較厚，某程度上可以阻隔一部分外部污染，但膨大劑就生長期間用嘅是從內部滲透整個果實，所以這個保護並不存在。第3，香蕉。香蕉嘅情況稍為不同，香蕉本身是一種必須在未熟狀態下採摘，然後運輸再催熟嘅生果，這個是全球香蕉貿易嘅慣常做法，不可能避免。問題在於催熟嘅方式，正規嘅催熟方法是使用乙烯氣體，這與香蕉自身天然產生嘅成熟激素是同一種物質，相對安全。但部分不正規嘅做法是使用電石，即係碳化鈣如水之後會產生乙炔氣體嚟催熟，這種方式產生嘅化學殘留對健康嘅影響就大很多。用電石催熟嘅香蕉外觀上看起來是黃色嘅，但你用手指輕輕一按會發現果肉是硬嘅，沒有彈性。自然熟透嘅香蕉按落去是軟綿綿嘅。另外，電石催熟嘅香蕉剝皮之後，果肉帶一種清潔味，而且顏色不均勻，有些地方還是白綠色，香味也明顯不足。最明顯嘅一點是，這種香蕉放幾天之後，不是慢慢變黃變甜，而是直接變黑腐爛，完全跳過正常成熟嘅階段。如果你買香蕉買回來放2-3日就直接爛，基本上可以判斷是催熟有問題。第2，葡萄。提子是很多香港人鍾愛的生果，而且市面上高檔提子越來越多，什麼陽光玫瑰、巨峰、麝香賣相，一個比一個靚，價格也一個比一個貴。但提子同樣是激素處理嘅重災區，特別是陽光玫瑰這個品種，
陽光玫瑰本身是一個優良品種，但會利用果粒更大，外觀更完美。很多種植商會大量使用赤霉素，也就是一種植物生長素嚟處理果穗，張常使用量是有限制嘅。但實際操作中超標使用嘅情況非常普遍。用咗大量赤霉素嘅提子果粒會異常大皮，特別薄，咬落去汁水多，但香味和甜味嘅層次感會減少。吃落口以一種平面嘅甜，沒有複雜嘅果香。另外，這類提子果梗會特別脆，輕輕一碰就掉粒，而天然成熟嘅提子果梗是有韌性的。還有一點是果粉，正常嘅提子表面有一層天然白色果粉，即提子自身產生嘅保護層，用咗大量激素嘅提子。這層果粉會減少甚至消失表皮，看起來是亮晶晶嘅，反而像打粒蠟一樣。更要注意嘅是提子皮薄農藥和激素殘留特別容易被直接吸收，建議買回嚟之後一定要認真清洗，最好加鹽或者小蘇打浸泡。第一最常見問題最多嘅是番茄，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番茄排第一，但它確實是市面上激素處理最普遍嘅一種。番茄嘅問題不只是催熟，而是從種植到收穫，每個階段都可能有不同嘅化學干預。催紅用以西利，保鮮用防腐劑，有時候還會使用鎳、福啲這一種除草劑，但低劑量也可以用嚟防止落果延長保鮮期。問題是這種物質嘅殘留對人體嘅激素系統有干擾作用。在歐盟已經被嚴格限制用量，但在部分地區管控相對寬鬆。用激素催紅的番茄最明顯嘅特徵是外皮是紅的，但剃頭附近以及切開之後內部嘅果肉仍然是綠色或者白色，就是外紅內青。自然成熟嘅番茄紅色是從內到外均勻嘅，切開之後果肉也是紅色或者粉紅色。另外激素番茄摸落手感偏硬，皮和肉之間有明顯分層感汁，水少味道很淡，甚至完全沒有番茄應有嘅酸甜果香。番茄在很多家庭是天天都食嘅，炒蛋、打湯、生食都有。如果每日都在吃這種化學番茄，長期積累下嚟嘅影響不容忽視。講完這5種生果，相信很多人心裏都有點擔心，以後還能放心食生果嗎？答案是可以的，關鍵是懂得辨別，懂得處理。接下來我教大家5個實用嘅方法，幫你避開打針生果，真正做到吃得安心。同樣由第5個方法講到第1個。第5，學會看顏色和形狀嘅不自然感。自然成熟嘅生果顏色過渡是均勻嘅，從未熟到成熟有一個漸變嘅過程。而激素處理嘅生果顏色往往過於一致、過於鮮豔或者顏色分佈不均勻，比如前面講嘅外紅內青嘅番茄，或者外表全黃但裏面未熟嘅香蕉。形狀方面，自然生長嘅生果不會每一顆都長得一模一樣，會有大有小，有點不規則。如果你看到一批生果每一顆都大小一致，形狀完美反而要警惕，這種完美往往是人工干預嘅結果。第4，聞氣味這個方法簡單但有效，自然成熟嘅生果有濃郁嘅果香，靠近就能聞到。激素催大或者催熟嘅生果，果香往往很淡，甚至完全沒有香味，或者有一種奇怪嘅化學味、藥水味。下次在街市或者超市買生果，不妨靠近聞一聞，特別是草莓、番茄這類本來應該很香嘅生果，如果整箱草莓擺在面前，你一點草莓香味都聞不到，基本上可以判斷有問題。香味是生果自然成熟過程中果糖和芳香物質共同產生的，這一點很難靠化學手段完全模擬。第3，買當造生果，避開反季節貨，這是最基本但最多人忽略嘅原則。每種生果都有它自然嘅生長季節，當造生果在適合的氣候下成熟，不需要太多人工干預，品質自然好，殘留風險也低。反季節的生果，例如冬天出現嘅草莓，夏天買到的反季節提子，要麼是靠溫室種植，要麼是從遙遠地方長途運輸過嚟，催熟保鮮防腐嘅需求都大得多，化學處理嘅機會也更高。香港街市4季物產豐富，其實每個季節都有當造嘅靚生果跟着季節食，既新鮮又安全，比追求什麼時候都能吃到嘅全年供應要聰明得多。如果大家覺得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點個讚支持一下，一訂閱頻道之後話有更多實用嘅健康資訊分享。第2，買之前動手試試硬度和重量，這個就係街市買散裝生果嘅時候特別管用。拿起一個番茄或者草莓，輕輕按一下，自然成熟嘅果實按下去有適度嘅彈性，既唔會硬如石頭，也唔會一按就爛。激素處理嘅生果往往偏硬，皮和肉之間感覺有一層空氣，按落去有點虛嘅感覺。重量方面，自然成熟嘅生果汁水足，拿在手裏相對沉手。同樣大小嘅2顆番茄，拿起嚟比較一下，比較重嘅呢個汁水更多，通常質量也更好。西瓜嘅話可以用手拍一拍，自然成熟嘅西瓜聲音是低沉的砰砰聲。催熟的西瓜因為內部結構疏鬆，聲音會比較空洞響亮。第1，最重要一點是正確嘅清洗方法，
無論怎樣挑選賤待農嘅環境下，完全避開農藥和化學殘留幾乎不可能。所以正確嘅清洗方式是最後一道，也是最重要的防線。很多人買了生果隨便沖一沖就直接食，這是遠遠不夠的。正確的做法是這樣的：首先用流動清水沖洗至少30秒，利用水流嘅物理衝擊力把表面嘅大部分殘留洗掉。然後用小蘇打水浸泡比例大約是1公升水放1茶匙，小蘇打浸泡15到20分鐘。小蘇打是鹼性嘅，可以分解部分酸性農藥殘留，而且完全無害。超市藥房都有賣，價格很便宜。浸泡之後再用清水徹底沖洗乾淨。對於表皮粗糙嘅草莓，可以用一把軟毛牙刷輕輕擦洗每一顆，把藏在細縫裏的殘留物擦走。對於蘋果、番茄這類需要去皮的生果，去皮是減少殘留攝入最直接嘅方法。雖然部分營養素在皮上，但對於高齡人士嚟說，減少殘留嘅優先級更高。特別要提醒嘅是，不要用洗潔精洗生果，洗潔精本身也是化學物質。生果表皮的細孔會把洗潔精吸進去，反而得不償失。鹽水浸泡嘅效果也比很多人以為你要差，鹽水嘅殺菌效果有限，對農藥殘留嘅去除效果不如小蘇打，而且濃鹽水浸太久，反而可能讓滲透壓關係令殘留物更容易進入果肉，所以用小蘇打比鹽水更推薦。講到這裡，我想再多說一點關於選購渠道嘅問題。現在香港有越來越多標榜有機無農藥本地種植嘅生果，價格比普通生果貴不少。很多老友記會覺得不值得或者不知道是否可信。這裡給大家一個實際建議，認證有機生果要認清有沒有第三方認證標誌。香港有自己有機資源中心認證，內地有國家有機產品認證。這些認證雖然不是100%保證，但有認證嘅生產商至少要接受定期抽查，可信度比無認證嘅高很多。本地農場直銷嘅生果，比如元朗大埔一帶嘅農場，部分會有開放參觀或者在街市設有固定攤位。這類渠道相對可追溯，也值得支持。當然，如果經濟條件有限，不一定每樣都要買有機，把有限嘅預算集中在最高風險嘅幾種生果上。例如草莓和番茄優先選有機，其他相對風險低嘅就用好的清洗方法處理，也是一個務實嘅做法。還有一件事想特別提醒，患有內分泌疾病，例如糖尿病、甲狀腺問題或者有激素敏感性疾病嘅朋友，以及家中有小孩嘅家庭，這些群體對植物激素和農藥殘留嘅敏感程度比一般人高，特別要嚴格篩選生果來源，盡量減少高風險生果嘅攝入頻率，或者優先選擇認證產品。兒童嘅代謝系統和解毒能力還未發展，完全積累同等量嘅殘留物，對小孩造成嘅影響比成人大得多。指點家長們要特別留意。最後我想說，吃生果本來是一件對健康好嘅事，生果裏有豐富嘅維他命、礦物質、膳食纖維，是我們日常飲食不可缺少嘅部分。我們需要因為這個問題就完全不吃生果，那樣得不償失。我們需要嘅是聰明地吃，用正確嘅方法挑選、清洗、處理，盡可能減少不必要嘅化學攝入，這才是對自己身體負責任嘅態度。懂得吃才是真正嘅養生，不是買貴嘅，不是買靚嘅，是買對嘅尺對嘅。這部影片如果對你有幫助，麻煩幫手點個讚，讓更多人看到這些資訊。有什麼